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呢，咱有邀请到一位朋友来到咱的节目，伊是一位伫即个英国发展的电影人。若是住伫英国较久的朋友，可能有听讲之前伫伦敦有一个台湾影展，台湾 Film Festival，佮有8月份今年8月份伫咧亚洲Sundance Film Festival 日舞影展伫咧台北，伊有一支迄个日本的短片叫做《马木》所以咱今日邀请到即个影展的即个主办人，佮兼即个马木的即个导演我甲伊缘分算起来，头一摆见面是伫伦敦一个代表处办的活动后来呢，佮为即个共同的朋友遐去接着，才慢慢熟悉伊的故事，含伊咧做的代志。佮会当伫伊的短片on air 进前先去偷看一下毋过今仔日的即个节目较特别，较来带说一下，因为即个导演呢，伊毋是伫台湾大汉的，伊4岁就离开台湾厝内母语呢嘛无算是台语所以导演会尽量用台语来回答，毋过袂晓的所在就会使用即个华语也是讲英语，就请各位里面多多包涵所以呢，咱先请这个来宾来自我小解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叫做 Effie Dan Amy， 我伫咧英国拍电影才活动我一开始的时阵是学建筑的我伫咧英国的时阵就是做电影美术开始起家呢就是电影的布景甲伊 set design 然后做一些木工是2006年的时阵你是安怎一开始会来到澳洲？因为念建筑的时阵就是感觉伊嘛是建筑殖民史就是以前咧念那个建筑史的时大家都爱读like罗马希腊那种建筑迄个时阵就是感觉讲因为我只会晓讲英语我就想讲若是要靠欧洲近一点的话那就是来伦敦学习安尼迄个时阵学习的时阵英国还没有脱欧就方便的嘛就 open 的安尼就是迄当阵2008年的时阵就是经济海啸嘛对就无资源继续培训变成建筑师，因为那是一条很长的路迄个时阵就是开始在工作室里面帮一些做游戏的做迄个场景设计就慢慢2012年的时阵就开始进了电影学院读电影的硕士迄当阵是嘛是我的头一摆有人甲我讲你有讲故事的能力你写故事写看卖我的教授很给我鼓励嘛是有一点他如果没有鼓励我的话我可能就好好的做电影美术就好可能不会走上导演这一条路你4岁的时阵恁爸爸就带你来澳洲对不对4岁的时阵离开台湾是先去东南亚的国家你中国有回去台湾读册还是无沾一下因为考试都考不过一直被退学这好害羞但是就是考不过就是不晓读台湾的册啦但是阮爸爸是 homeschool 所以我会当读会当写会当就是甲台湾的这个什么是台湾人这个故事是我就细汉的时阵伊是直直讲讲到我想讲来我真的好像很台但是我没在台湾长大长大后遇到同年纪的一群台湾人才发现讲我可能知道的台湾历史可能比大家还更奇异一点爱看啦因若是拢是读迄国立编译馆的可能你读的台湾历史可能较接近现实可能是无像做台湾影展的时阵迄时阵我就看真侪
台湾的电影从戒严后安尼直直看到看400多部电影。因为我感觉我不是策展人，我只是拍电影的人我没去看 film studies 的那一种学术的严谨，我就是很单纯的想说why British need to learn about Taiwanese 然后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才发现我知道的台湾是我爸爸的乡愁这样他就真想要回去台湾但是他的台湾嘛停止在90年代那停伫咧伊离开的时阵我感觉出外生活的台湾人就是真侪拢是安尼伊人办的台湾已经停伫咧伊离开的迄个时阵所以伊后来佫较转去了会发现讲哇真正是完全无同款的世界就是那个时阵我记得阮爸爸甲我讲的一个故事是讲浦岛太郎去龙宫安尼然后乘海龟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这个故事他故事很单纯就是一个浦岛太郎在海滩上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宝盒然后他就有一只海龟把它带到龙宫去玩了一圈回来之后他发现已经隔了一个世代这样我有点忘记这个故事真正的名字叫什么但是就是只记得有一个乘海龟的很爱玩的男子出去之后回来之后大家都变老了这样子伊迄阵讲即个故事讲较搞我就想讲因为是阮伫咧图书馆安尼伊就看到即个册伊就头互我听安尼我想讲那阮爸爸伫咧是咧好啥物就是但很多年后懂这样真正你爸爸真正是性情中人对浪漫对浪漫的所以我想要了解你讲你伫即个英国电影界差不多10年咱做一个即个算讲是文化上的外国人还是讲毋是白人即个身份伫英国的电影界发展你感觉对你来讲是有帮助还是我感觉伊嘛袂用的讲帮助若是困难是拍电影的人拢困难但是身份就是身份上作为一个台湾人是真正困难因为阮还爱甲别人讲阮毋是中国人因讲因会想讲因为因看到阮的 you know 就长相因就会想讲恁拢来这边沾酱油回去就可以很好发展因为有一个 stereotype 呢然后就说你的 stereotype 是对倒位来但是这人不知道台湾的电影是什么情形因个无法度想象讲 why Taiwanese need to be here 因为有很多台湾人也会去美国因为美国 is more friendly 在电影的业界上英国是也 class 他们都没有在说这个阶级只是身份种族最大的一个部分是经济就是 economic class因拢会想讲你们这些亚洲人来念书都金有钱因为真的很多亚洲人来念艺术电影都很有钱但是若是你无迄个有钱的背景或者是像我呢就一个人在奋斗但是嘛没有办法说一直去强调自己的困难因为有人会比你更困难这个时候就会在想怎么样让别人比较认识我们我觉得人跟人就是人跟人较熟悉的时阵伊就会较斗相共因为拍电影是真需要大家斗阵斗相共的创作伊不是一个人会当拍出来我的身份真的是我伫咧2018年2019年的时阵开始做这个英国的台湾影展的时阵我拄到真侪好奇台湾电影的英国人因很好
好奇说啊，我只知道侯孝贤、杨德昌、阿基玛、第一歌舞伎，所以台湾还在继续做电影哦，这么大的一个 gap 就是悬殊，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那我身为一个 British Taiwanese filmmaker， 因为我是在英国开始才创作电影，之后要怎么样回台湾创作，其实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所以就会变成好像在哪边都不属于这个社群的时候，我觉得它可以把它想成是困难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可能也就代表你没有办法玩任何一边的规则，你只能自己找出规则以外的方式啊，我觉得就可能不需要don't need to wait for someone to approve you can do it. I think that is probably how I learned about my identity. 对，因为我在想讲，以我一个住伫巷仔外的人啦，就是毋是去电影圈仔内底的人，我会感觉讲，是毋是感觉英国的艺术方面的一寡产业啊，你爱伫对的阶站啊，in the right class, in the right color to get in the circle。啊，毋过一方面，我感觉讲，因为艺术界的人较有一款的左派的思想，去较支持这种 so-called multiculturalism，所以可能会较欢迎一寡毋是白人的无共种族的人出来拍电影安尼。伫即两个因素内底，伫英国拍电影是会比本地人较好做，还是会比较歹做？那是安尼讲的话，以前啊，有一个英国的越南裔的 producer 跟我说，就是 the diversity in film industry when British say diversity is British diversity。当大家就说哇，现在就是female director 啊，然后有色人种啊，就是很夯啊，你就是各式各样的 funding 你都可以申请的时候，我才发现哦，我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要先拿到英国国籍。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拿英国国籍，因为这么久了，我就觉得我就永居就好了，然后才发现申请什么都没有申请到，然后就发现了这个没有讲明白的就是他们想象的 diversity 的想象跟我们这种以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后来真的是我也申请了很久，今年就是即将要拿到。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刚刚在讲非白人这件事情，英国其实还有另外很用力的一件事情在讲他们的这种 cultural diversity 是他们的 tonism， 所以他们在讲的有色人种是会比较去照顾被他们殖民过的这些族群，他们的讲话的声音会在有色人种里面他们会更大声，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如果说 if we don't need to tick the box， 所以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给这一群，就是我也属于这个群里面，就是感觉上是为了要让这个社会更 equal，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就变成一群有色人种在互相竞争，其实跟原住民加分是很像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就是在主竞赛里面一起竞争就好。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是朱莉还是主力，有人在里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资源，也有人没有办法你就一直在他一直在更改符合资格的权利，然后你就一直在想要去符合他的资格，然后我就在想，Oh my god， 对，我是 non-binary 吗？还是我是 female 吗？我是生理女吗？我是心理女吗？就会觉得我的生理都要，我的生理心理都要混乱的。就是英国人因想象迄款平等，可能含咱为这外围来看的这款平等嘛，是有一寡争差。再来，咱来讲你的这个电影吼，因为我头一摆听到这个电影叫做《马木》吼，是咧2022年底啊。迄个时阵呢，Effie 伊当咧募款啊，咧募迄个资金来开始要拍伊的头一部电影。因为朋友的牵线，互我去伫咧线顶听伊咧讲故事。后来呢，去年年中呢，伊就请这个署敏因阿爸做，因阿爸是做男主角咯，吼，来这London来拍片。我本来当时想要去插回啊，毋过吼，迄当阵咧出张怎无法度去。想袂到呢，今年年初就看到这个底片的完成品啦。
来讲到即部电影咧讲啥呢？然后我先来念即个伊伫即个 Sundance 诶即个介绍啦。伊讲诶，毋知影家己伫 London 住偌久啊，嘛要一个人生养一半大半因诶查某囝李奈，来自太平洋诶绘画，一届又过一届。带伊正过时空，英语袂熟诶马耀，甲袂晓阿密斯诶李奈，伫青云阁是熟悉诶城市内底，变成上亲诶青云人，伫思念对方诶超现实环境中相捌相随。足侪人会讲呢，即个创作者诶头一部。头一个正式诶作品，拢是某一款程度面顶诶即个字端。马木即个故事呢？跟你是啥物关联？感谢你是这是我头一届听到台语的介绍，我的电影是伫咧讲啥物安尼，真感动。马木这个故事甲我的关联是，若是有机会看到这个短片的观众，短片里面有一段简讯，然后这个简讯是阮爸爸迄阵，伊发现伊有阿兹海默症的时阵，伊就来回写了一个草稿要寄给我的简讯，但是伊无寄出来呢。这个是。故事是阮爸爸真想要回去台湾但是迄当阵阿兹海默症就是会慢慢的失去很多能力，这样，因为大脑会萎缩这样，病变记得阮爸爸讲，不管安怎，我都要把他带回去迄时阵嘛真趣味，因为迄当阵伊嘛是甲我讲台语，我台语就真歹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写给我的简讯是想要甲我讲他得了这个很奇怪的病希望我把他想成就是他被外星人绑架呢。迄当阵是2012年那一年是我跟他说爸我要去念电影伊讲念电影不是阮这款人读的电影系就是要有钱人念的伊讲哇你哪会建筑不去把它拿到建筑师哪会去想讲要去拍电影是大本去吃呢然后我就一直记得，因为不知道大本去吃是什么意思然后才发现原来我爸那么的担心然后他的这个讯息就是在我跟他讲说爸我要去念电影的那一年他就也没有寄给我对，大概是隔了快3年我才知道我爸爸生病然后大概4年多我爸爸就走了那这个讯息我拿到的时候已经是疫情期间2020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在写的长篇故事没有那么的悲伤是一个带爸爸回家的故事没有那么的悲伤但是我想讲这个讯息就水的我想要写一个故事甲阮爸爸讲感谢伊无甲我讲因若是伊甲我讲我就不会去念这个电影对咱先来讲马木这个名好因为当初是你甲我介绍这个故事的时阵这个名还没出来你马木这个名是什么意思是安我爸爸是有这个名出来伊是麻豆的人伫咧台南细汉的时阵我就叫阮阿嬷伫咧外口叫阮阿嬷拢叫阿嬷安尼但是伫咧厝咧我就叫阮阿嬷妈母安尼我想讲妈母是阮妈妈的名就是 many years later 我拄到阿豆伊咧宣传伊的太阳的孩子2015年伫咧伦敦伊嘛上我的 radio 的节目阮就识识呢伊就甲我讲你叫因阿嬷妈母你阿嬷是阿美族嘛我讲应该不是阮是伫咧麻豆安尼我想讲麻豆跟骁龙伊就是西拉雅族的地方嘛我想讲若是西拉雅族公开过去安尼但是我就发现阮的妈母是卑南族但是阮阿爸无摕这个原住民的身份因为较早伊的生长的背景对原住民比较没有那么尊重安尼我就想讲若是这个短片的故事是爸爸想要回去伊的故乡想要回去伊的厝内底伊的厝是倒
都一个厝啊，每一个人最开始感觉到安全的迄个厝，应该是小时候爸爸妈妈的厝吧呢。我就想讲，那这样伊就是要回去妈母的厝安尼，就安尼写。所以你是等候恁爸爸过身了后，你才发现恁爸爸其实是原住民，对不对？阮爸爸是应该是阮的妈母是我觉得阮爸爸应该是无去想这件事情，那个年代，对啊。那我就嘛无去，就是后来没有去太专注于身份这件事。是不是会当讲伊迄当阵对伊家己的认同就是一个台湾人，满岛人，满岛人，对。啊，这个电影内底吼，我感觉有一段我实在是我哭到足凄惨的，就是马耀伊伫咧半暝半清醒的时阵，甲因查某囝一直讲即个爆炸，因查某囝足着急的，因为因拢听无。我就会足惊讲，这变做是我甲阮查某囝之间的故事。我会足想要知影讲是安那，你要为即个语言的即个角度来讲，啊，是毋是这甲你的亲身的经历有关？比如讲，你拄则讲，恁阿爸有一段甲你讲台语啊，结果你听无，对不对？我就袂晓会晓应，没有办法回他。不是要应，所以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恁阿爸伊的病情较严重的了后，就开始无法度听英语啊，是不是？无法度，伊就嘛不知伊听有啥，就是他听得懂什么都不知道，可能就是一个感觉吧。感情可以传达，但是语言已经很难传达。另外一个我真好奇吼，就是比如讲对台湾人，还是讲对我是台语界讲起来怪怪，对我即款想要做母语复兴的人，看即段会感觉就感动诶，因为对我来讲，我感觉语言就是文化，嘛是和父母之间的一个感情。毋过对英国人来讲，因为英国敢若有英语尔，所以你讲到即个母语消失的即个议题，英国人敢有法度理解，甚至讲因对这敢有关心。我的英国的 producer 跟我一起拍片的这个，他是威尔斯人不怪，所以完全会当理解啊。对啊，伊嘛袂晓会晓讲啊，会晓听尔。阿英是 from Swansea， 所以更是那个 Q，是更 Welsh 的 Welsh 这样。真的很有趣。我觉得回答你之前就是在讲马耀这一段，跟女儿在讲阿美语绑扎，很棒。你讲绑扎，只是因为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是台东都兰部落，他们是用阿密斯，我就后来就承接阿密斯。花莲是用绑扎，没错。就是这段是真的遇见了苏明恩的爸爸 Zaki， 才很被他感动，因为他10几岁当完兵之后，他就跑远洋，跑出海。伊迄当阵若是要甲伊的父母讲电话是足贵的。伊迄阵在跟苏明恩的阿公阿嬷讲电话的时阵是讲阿密斯，是讲绑扎。但是甲伊的囝在讲话的时阵爱讲国语，因为迄当阵因拢会当讲母语安尼，所以他有这个经验，是他每到一个港口要写信回家，因为反正爸爸妈妈是没有办法读国语的，小朋友可以，所以小朋友就是这些苏明恩跟妹妹们，就是可能是收到信写的，他给爸爸妈妈就是录音带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跟我小时候经验是很像啊！我就在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母语就是阿美语真的很好。然后苏明恩也说，对，爸爸在部落里面是族语的老师这样。然后呢，爸爸那时候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真的太震撼了，因为我自从认识了阿洛，认识了苏明恩之后，我的精神粮食就是很常听阿美语的歌。然后我真的觉得震撼的是，爸爸能帮我把我爸爸的那个讯息翻成阿美语，然后念出来。就感动诶，就感动诶。我想讲阿美语不是我的语言，但是我感觉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
语言里面情绪。然后说公你一定可以演啊。啊，爸爸就告公，你们真的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日本人的小孩长大之后不用再去学日文，美国人的小孩长大之后也不用再去学美语，但是我们阿美族的小孩长大之后还要再去把阿美语学回来。所以他就让我决定我要在这一段就是半梦半醒之间，后来决定不上字幕，就是爸爸在跟女儿讲的时候，我希望观众在那一个刹那可以感受到这个女儿的震撼跟爸爸的那种急迫度。因为其实爸爸在那一段只是在讲吉玛基苏，就是你是谁我想要回家这样子。但是就是很真诚的看着这个女儿的眼神。然后阿 K 爸爸那时候演这一幕的时候真的是全场都哭了，但是这件事情是除了他跟署命之外是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是即兴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真的在讲什么，但大家都感受到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语言是我们人类发展之后太把它工具化了，但是语言本身它是有一个情绪，它是有一个感情，它是有一个温度。然后因为阿美语是唱出来的语言，我觉得台语嘛是唱出来的语言，对我来讲都比我现在在讲的这个华文更有温度一点点。然后英文的话也可以，但英文因为毕竟是学来努力的，所以在讲英文的时候都会比较直接。我在讲英文的时候想然后继续快很准讲完这样子。对，英文是学来赚钱的，所以较无这个真正就是哇，讲英语的时阵要讲甲真紧啊，讲甲you know 就是很准确。后边听到轻轻轻的声。对啊，讲迄个钱吼，你咧拍一出短片吼，含以后要拍做长片，除了总钱以外，我感觉拍片一定是总钱上重要啊。毋过，你即摆嘛咧总钱，你即摆敢是咧总钱？我拢一个伫咧总钱，因为阮即个马木昨仔日迄个夏威夷的国际影展，甲我讲我们入围了 Best Short Film，然后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个短片竞赛选上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奥斯卡提名。哇，我不知道，太有点很希望，但是我就想说这也太浪漫了吧。我收到这，我原本想说啊，夏威夷真的很远，然后我才刚从台湾回来，台湾其实也很贵，对我来说，我筹了大概3-4千镑才真的可以去。然后我就想说，哇，夏威夷我还要再继续募款，我就内想说，哇，大家应该要看我的信，看得很累。但我昨天本来想说算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礼拜正在冰岛的雷克雅维克国际电影节，我们也是入围了他的短片竞赛。我想说，我就在冰岛、英国、台湾这3座岛屿是我移动的岛屿啊，3个岛屿都有选我的电影，夏威夷就给他自己去的。结果昨天收到了这个就是入围的通知，就想说哇，好像应该要努力的去一下，所以就是拜托了很多朋友，就是看看有没有人认识在夏威夷的人可以借我一个地方住。就是夏威夷对我来讲住宿是最贵，所以我觉得总集这件事情拍电影是真的爸爸讲对，就是大分这样。就是哎，弟弟咧，甲人讲啊，拜托一个，嘛是你直接安尼讲是就唔对，因为大家拢真拍拼啊，无人应该甲你赞助安尼。但是真的有时候就是要突破那个丢脸的，就是要感觉要比较 shameless 一点。那较高高分配丢就是高分配，然后又不能有大头针。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很高分配，我有时候我自己有一些借镜的前辈们这样，然后我就在想说好，那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挑战其实就是去认识到做电影真的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但是你要变成最想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那个人，你要扛很多的风险，包含你的银行完全没有存款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想象的恐惧，然后还要有一种没问题可以继续的一种乐观的心。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讲故事的时候，因为我的故事都牵扯到身份的认同 identity，
artist，他可能在被我故事改写之后，或因为找到的演员是不同族群，我变成我需要做更深入的填调。然后我这次在台东的都兰部落也很幸运的是，阿 K 爸爸跟他的女儿哈鲁库，带我去认识了部落的很多的人，然后我才发现，就是要拍电影，然后牵扯到真实的族群的文化，唯一的方式就是真心。哇，这个我们在被安娜讲，但是我很想学台语，这个要怎么讲？就是一种很真心。没有别的，它就是一个你真正想做，而且还要能找到伙伴一起做，就是因为你要开始有点像海贼王这样，就你要开始找到愿意上船一起去探险的人。对啊，就是这个部分是最困难，因为在没有钱的过程当中，大家为什么要跟你去探险？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导演并不是跟制片应该要分开，但是现在我觉得身为一个要拍第一部片的导演，就是没有人一定要来帮你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自己开始。然后当然这次回去台湾有遇到很棒的台湾的监制，应该是接下来会有机会也可以在台湾申请到一些资源。哦，不错哦，因为监制就是负责总钱的人，对不对？我自己我要成立公司，安内我袂用诶。我想讲，就让别人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权利你的版权啊，就是对啊，这些就是没有对啦。就突然之间觉得啊，好难哦，还要学法律。哦，对啊，爱找律师啦。没有钱找律师，就必须要先自己学一下。就是会突然之间发现，你需要 equip 很多能力是。不是一触可及，但是你又必须要学这一种。对啊，会当理解，因为咱之前咧办活动时阵，其实上大的挑战嘛是找到对的人来加入。因为拢无付钱嘛，咱大家拢是志工啊，所以无法度去甲人要求到什么程度，所以对啊，爱找到同款甲咱有共款想法的人是真困难的一件代志。煞来讲到这出片，你刷落来的规划是啥物？这出短片嘛，下一个计划就是在冰岛的影展嘛，然后再去夏威夷的这个影展，然后接下来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这次在台湾收集到的一些阿 K 爸爸，他带我去走了一下他小时候的场景，所以我接下来要做的最大的一个任务，其实是要把剧本调整成一个适合都兰的故事，这样。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希望明年可以去台湾 long stay 一下。这个 long stay 是阿 K 爸爸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有必要来都兰部落 long stay 一下。然后我想说，你明明就会讲英文，但是为什么你要拍摄的时候要我配翻译给你？我每次都会想说，哇，我可以开始交情，对，呐喊，但是很可爱啊，因为毕竟远洋跑几十年了，一定是可以讲英文。然后，所以我在想，明年，苏明恩他也会再继续做他的最疯狂音乐节，阿米斯音乐节，在10月。哦，对啊，我想要去呢。几月啊？我10月。不过我之前去过，11月底啊，搁一个人拢着刷。所以你即马要拍这个长片的时阵啊，你搁欠偌济钱？长片的钱是足恐怖。300万英镑袂无？爱无？300万伤济啊啦！头一个导演不有名的导演，除非我拿了奥斯卡，没有啊？就是第一部导演，可能在英国的行情价，你可以拿到1 million pound。就很多了。不过你需要偌济钱？我需要1.2 million，但是很多人跟我讲，对我一个新导演来讲是找不到的。那边怎？所以有可能会再往下降。接下来的故事是女儿的故事，然后所以女儿要带爸爸回家，是一个回家跟找自己的是谁的故事。所以这样的话，英国应该会占整个故事比例的快要一半，1/3以上。然后台湾就是2/3，所以只要牵扯到跨国。它有一个基本盘的价位。台湾目前的在台湾内部里面拍的长片，大部分的价钱都在3000万台币到5000万台币之间。
就是差不多对100万的英镑嘛。对，但是这是比较有成就的导演的价钱。新导演就爱想一些比较厉害的解决方法。be creative。 Be creative。你去参加这影展啊比赛啊，敢有奖金通摕？没呢。哇，短片我好难跟家人解释，但真的短片就是没有。然后但短片他又不能不去。我有一天我在跟就是拍片的朋友在讨论，然后大家都说，因为我每一次去我都会希望我可以，如果在台湾可以发媒体，我就会去发媒体。然后在英国如果媒体不会去报道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短片，那我就在现场收集观众的 review。我真的是去赌观众。然后在伦敦的 Sundance 我们也收集了20-30个观众的 review， 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我们有去做。所以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天啊，你在每个影展都很疯狂。我就说因为这些影展第一点他们都不会付钱给短片的导演来，但是他又会有一种我给你舞台，因为的确是很棒的影展。然后你就会在想说，天啊，短片拍出来你要让别人知道唯一的方法真的也就是去这些影展。对make connection， 然后就想说那是你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也许会遇到不可思议的人。这样就我觉得拍电影有很多就是我觉得迷信的部分。对，我就把每个电影院当成土地公庙。对啦，对，我想讲，对，应该至少你去遐影展，嘛会当熟悉一寡人，无定电影有一寡资源会当介绍互你。可能你若有媒体甲你报，你嘛会当较好撞见。对，至少是报纸面顶看会到的人。对，就是 Google 估会到的这样子。对。我最后一题啦，我想要问啊，就是为你的角度来看台湾，你感觉台湾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因为你是无伫台湾大汉，毋过佫有不时会等于台湾。为你的角度看，你感觉台湾是什么款的所在？我感觉台湾是就可爱，很可爱。然后但是是一个能量非常混杂的一个空间。但是我感觉台湾人最厉害，给我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适应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就是在其他国家可能会造成一个永远无法恢复的伤痕，在台湾我们的确也很多伤痕，但是就像我爸爸讲就是忘记他的真正的话讲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但就是说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我想不出来有任何亚洲国家可以这么包容一切的地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会很疯狂的做台湾影展，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台湾的这种非常奇异的包容力可以让世界和平。对啊，有点浪漫，但是我觉得哇，如果大家都可以了解我们是怎么样互相就是在几十年之间的状态之下互相不讨厌彼此，会啦还是会讨厌彼此，但就至少就是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不停的平衡。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体。然后很值得被讨论跟很值得被认识，因为每个族群都很努力的在找回自己是谁。然后我觉得现在比较好，但就是也会比较尊重彼此的空间，让彼此有就是不同程度找回自己的人可以一起在一起这样。然后be together， 然后be different。我想要问一个，你迄麻木会伫其他的所在播出？这个礼拜日在伦敦的 ICA， 它是 British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ultural Heritage Month， 就9月是我们的东南亚与东亚的Cultural Heritage Month， 在英国。所以我这次有被英国的香港电影节邀请去播放。它是一个4座岛屿，就是 Okinawa、台湾、Hong Kong、Singapore 4个短片。然后所以我其实这一周末过几天会在伦敦会去播这个短片。那之后就是很希望可以继续入选英国其他的电影节
影展，因为好像要入选2个才能投 BAFTA 哦，对，它有一些 qualification 这样子，很希望还是可以。虽然说这是我的第一部短片，但是其实我在这个行业很久了，就很希望还是可以把每一个可以做到的努力都做到，这样。好，对，今仔日呢，真感谢会当请到 Effie 来到咱的节目来，跟咱分享伫英国拍片的一寡经验，佮有伊这部马木这部底片呢是咧讲啥，就含伊的一寡挑战听了真感动。希望有一天呢，会当伫台湾看到这出电影的长片，伫电影内底碰上，互大家看。大家若是有啥物马木的新的消息呢，嘛会当好好甲支持一下。若是有迄个有伤济钱的，嘛会当甲伊all in 一下吼。对，斗相共，大概做伙拍一出这个跟台湾人的认同语言，跟足侪议题有相关的这个电影。吼，希望大家斗支持。感谢。感谢大家，安尼咱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落水溪，请人客上清气的土地，稻仔青芳果子甜，青菜水果青。人来地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清气的土地，稻仔青芳果子。